讲到这几年新型的薰草，也搁这电子薰烧连续上市，宣布发通互监管，互不少家长是真烦恼。今仔日立法院办公厅会，各界拢有共识，要甲禁薰的年岁咧纠悬到20岁，而且会扩大禁薰场所，加强网络稽查等等。会发部也表示会加强下部会合作，而且会加强稽查，也搁宣导，特别是严格来禁止网络顶头卖电子薰。民间团体伫美国16岁少年囡仔食加热薰了后，肺部严重损害做例，指出国际上有真侪资料明确显示，电子薰甲加热薰的成分危害健康。加入烟的毒物含有汞，这是重金属；有甲醛、乙醛、亚硝胺，这是致癌物；有铅，这也是重金属。这些重金属跟致癌物在电子烟里面呢都找得到。它每几年更换一次。现在 WHO 的网站是93种有毒的化学物质。新型的薰草电子薰甲加热薰，过去因为无法源依据，互袂少家长真烦恼。即马伫咧烟害防治法内底列做是类薰品。立法院13办修正案的公听会，针对提悬禁薰的年岁到20岁，扩大禁薰场所到学校、幼稚园和托婴场所，各管市安怎稽查无经过健康评估的薰品输入、销售、广告等等7大重点做讨论。行政院各部会呢也会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，那么包含由经济部来配合禁止这个电子烟的输入，那么财政部呢、财委会、交通部呢则会定期的去查扣电子烟，建立电子烟的这个样态监控。事实上，大家对于修法的这个部分其实还蛮有高度共识。那当然，也有一些比较就是像可能在新类型烟品的这个部分呢，怎么样后续的这个管制跟管理，大家也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。烟害防治法顶届修法是15年前，这个修正案在3月7日已经一读通过。卫福部强调，未来会加强下部会稽查甲宣导，条文内底也严格禁止伫咧网络卖电子薰。所落来就等立法院逐条审查，民间团体希望这会期就会当通过。记者阿明金曾泰文台北报道。